终于来了！我要和你同归于尽！呀！妈！景元，景元，来人啊！停轿！救护车！救护车！我听说出了事，我跟静元的血型一样，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。没有我们撑着，乔氏早完了。还是先问问自己那个败家的儿子，他身居高位，有没有一天做过一件对乔氏有贡献的事？他有没有一天为乔氏的生意真正操过心呢？教出这样的儿子，你难道自己不应该检讨一下自己吗？金帆，我想到你要跟别人结婚，心里真的很难过。但这是救乔家唯一的办法，你必须要回去跟他结婚。我真的不想看到你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很爱那个自私自信、爱欺负我，又爱捉弄我的那个臭小子。上车吧。奶奶已经可以下床走动了。她这几天一直念叨你。静元在医院里养得不错。公司有点麻烦，香港那个项目又起了变数，有几家合资的法人突然间又变脸了，已经联名向法院起诉我们了。那你呢？离吞灭我们乔家还有多远？金帆，现在不是闹脾气的时候。我们已经收到传票了。我自己做的事情，我自己会承担。你妈妈明天葬礼，你一定要去。一个人对一个人好，并不是要等到他不在的时候。手续已经办好了，东西收拾了吗？嗯。那我们走吧。啊，金帆，我的律师刚才打电话给我，说我的钱已经汇到了这边的户头，可以用了。只要你需要，我随时可以把钱注入乔氏。清源，我不能用你的钱，
未来这2个月，乔氏会变成什么样？会有什么转变？没有人会知道。我不想拖累你。金帆，我已经决定先私下转2亿给乔氏，加上之前稳定股价的一些钱，我也可以算是乔氏的小股东了。这样，可是你和明娇以后要是出了什么乱子，我也可以帮到你们一点。静媛，这个生意对我来说举足轻重，我当然会慎重考虑的。如果你怕连累我的话，那么我是不反对你4人写一张借条给我的。金帆，我爱你，真的很爱你，一生都爱你。金帆，我爱你。婉清，这么晚打给你，你方便说话吗？方便。我一个人在酒吧。我听说，我妈把你当成我哥了。夏婉清，我告诉你，我爱你。我一直不敢告诉你，是因为我怕你知道之后我就输了。你也别问我为什么，别问我什么时候开始爱你的，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我见不到你的时候就特别想你，我见到你的时候又特别想欺负你。我今天向各位宣布，我乔金帆在这里向夏婉清小姐求婚。我今天在这里宣布，我接受乔金帆先生的求婚。原来海的尽头还有片天空，你始终牵着我的手，一生都爱你，金帆。像停止漂泊，在遇见了婉清，这么晚打给你，你方便讲话吗？方便。我一个人在酒吧里。听说你家出事了，我很担心你。谢谢，我没事的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不仅帮不上你的忙，还给你添麻烦了。我听说我妈把你当成我哥了。没事。你忘了，我曾经假装我爸这么多年来一直给妈妈打电话，这方面我很有经验的。反正你哥一天没回来，我就暂且当他的替身，先安慰你妈妈。至少我还可以为你做点事。金帆，这2天乔氏跟华朗的战火已经一触即发了，你要多放点精力在工作上，好好打这场仗。我知道。我想乔氏跟华朗的事不会涉及到你跟我。总之你要振作就好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婉清，谢谢你。谢谢。一起感受，看天空，我为你挂满了云朵。相爱过，时间带不走我们的轮廓。要相信，爱是一种收获。一路上，你和我。还有好多的话想要对我说。